大家好，我哋係日翠玉器，我只賣天然緬甸 A 玉。今日同大家講解下一啲玉石嘅清潔同埋護理。譬如我手上呢尊觀音，當大家想清潔佢自己嘅玉器啦、首飾係咪啊？我哋首先有把刷，順住佢啲紋理清潔佢，順住佢嘅雕刻位置咁樣順住嚟刷。經常做呢個動作，佢嗰啲污糟嘢就唔會積聚咗喺嗰啲雕刻嗰啲紋上面。另外，我哋平時可以拎一啲絨布或者係一啲毛巾、紙巾都可以，輕輕咁樣捽佢表面，唔需要大力。你睇下，捽完之後，比起未捽之前都會稍為拎。呢個就係好基本嘅清潔同埋保養。希望大家清楚。好，今日嘅視頻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看。我哋係日翠玉器。